美國嘅經濟從來都係一個值得討論嘅題目。由24年11月至25年1月尾嘅就職典禮之後，過咗成個季度嘅蜜月期，上任1個月，電光火石嘅速度出咗好多連環拳，三大美市經歷一個自22年以嚟首次較深嘅回調。25年，我第一條 YouTube 影片已經同大家講咗25年嘅路會行得比較艱難啦。無論係根據歷史、quantitative 啦、黨派啦，同埋佢個人嘅性格會使出嘅一啲極端政策。近來佢嘅一句，我係唔睇個市上定落嘅，短期痛苦係對我哋長期有益處嘅。呢個表態同佢上一任經常將股市嘅表現作為佢嘅政績表現拉上關係，呢一種策略，佢第二個 term 似乎目標並唔係擺喺呢度。我今日一人分析兩角，做晒 Team A 同 Team B， 同大家攞晒所有宏觀經濟數據出嚟，攤開晒同大家分析美國經濟喺2025年究竟會唔會步入衰退。喜歡宏觀分析嘅朋友，歡迎你訂閱、like and share， 開埋個叮噹。以下嘅影片全部都係數據嘅分享同埋教學用途，並唔係任何意見。各位做決定之前，請自行做足風險評估。第一項要討論嘅就係債務同埋利率。Team A 就覺得美國喺2025年因為要面對龐大嘅債務再融資挑戰啊，好多債務要做 refinancing 啊，講緊係超過9.2兆美元嘅債啊，將會喺今年到期或者要再融資。咁而家個利率仲企喺咁高位置，個成本就會好高啦。聯儲局又同佢唔 friend， 叫極佢都唔肯減息。咁好多市場人士咧就拋一個 theory 出嚟，就話咁佢唯有嚟一招打爛嘢，即係令經濟進入衰退。等聯儲局務必要減息去穩定翻個市場，咁所以佢口中嘅會經歷一陣短痛咧，有機會係代表佢唔介意犧牲股市達到呢個控制成本嘅目標啦。另一批專家嘅睇法咧，就覺得呢個龐大債務要再融資嘅挑戰唔係 day one 嘅事，政府係可以透過一啲貨幣政策嚟調整去應付嘅。而且近來 CPI、PPI 都睇到通脹已經係逐步回落緊。1-2個月前市場睇今年可能淨係減0至1次息，而家又提高咗可能性，而最快就係睇到6月就會再減第一次息。所以呢批專家仍然覺得軟着陸嘅可能性，即係通脹逐步下降而唔引發經濟劇烈收縮嘅情況。第二個項目就係房市嘅信號啦。啲人有幾多意欲去買樓咧，係一個非常可靠甚至係領先嘅經濟指標。喺70年代以嚟，每次嘅經濟衰退之前咧，房屋銷售咧都會預早下跌嘅，甚至係講緊有18個月嘅領先添。最近22至23年嘅房屋銷售咧已經暴跌至去翻2008年金融危機以嚟最低嘅水平。啲人唔肯買樓，即係意味住消費支出減少啦，佢哋唔睇好未來嘅經濟啦。經濟好多項目咧都係 self-fulfilling 嘅，你咁樣睇就會導致咁樣發生㗎啦。所以通常18個月後就會出現經濟衰退啦。Team B 咧就覺得雖然買屋嘅意欲疲弱咗啦，但整體就業市場咧仍然強勁，大大減少咗短期內陷入衰退嘅風險。今次同08年唔同嘅就係現今嘅抵押貸款市場已經比當時更加穩定啦，風險性貸款亦都大幅減少。其實咁多年以嚟，經濟 cycle 裏面都曾經見過房市放緩嘅情況嘅，而好多次咧經濟都係承受得到，未必會導致衰退嘅。第三項要講嘅就係勞動市場同埋政府就業。Team A 嘅睇法就係最近嘅就業增長咧，主要都係來自政府部門嘅。喺過去嘅4年半裏面啊，即係上任政府揸 fit 嗰期咧，係增加咗200萬個職位嘅。現任政府咧就即刻整咗個 DOGE 部門，大規模裁減緊政府部門工作，同埋好多多餘嘅項目啦。咁樣係將會導致失業率快速攀升，加速導致經濟衰退。而 Team B 咧就係覺得勞動市場so far 仲係好穩定，失業率仍然處於歷史新低 ，keep 住喺4% 附近嘅啫。而私營部門咧係持續增長緊嘅，佢可以抵消翻政府部門裁員嘅影響。所以佢哋就話削減政府就業咧，反而係會提高經濟長期效率，唔代表一定會帶嚟經濟衰退。第四個項目就係市場同埋美國國債嘅趨勢啦。Team A 就話而家美市正處於回調狀態啦，已經跌多過10% 以上啦。咁啲資金咧更加從美市調去第二啲項目度啦，更加令到呢個回調嚟得更深咯。咁喺歷史上咧，當股市出現20% 或者以上嘅修正嘅時候咧，跟手就會出現經濟衰退噶啦。而 Team B 咧，佢就覺得呢個市場波動咧係一個調整嚟嘅，係唔足以導致經濟衰退嘅。美市仍然係全球最具流動性同埋韌性嘅市場之一。今次嘅股票市場回調，同一時間咧，美國國債價格係上升嘅，
即係話投資者其實係做緊 rotation，將佢嘅資金由股市轉過去債市一啲避險嘅資產，而唔係好似過去一啲發生經濟衰退嘅情況，當股市跌，債市都跟跌嘅情況。另一樣嘢要提到嘅咧，就係佢哋睇到近咁多個 quarter 嘅企業盈利咧，仍然保持強勁，足以抵禦衰退嘅衝擊。第5項就係講關於一啲經濟嘅數據啦。Team A 就睇到最近咧，美國出現咗一個嚴重衰退嘅警號。Based on呢個叫 GDP Now 嘅 model，喺過去3年以嚟咧，首次轉為負數，跌至-3%。睇翻歷史咧，每次當呢個 model 變做負數嘅時候咧，包括20年嘅第一季同埋第二季啦，同埋22年嘅第二季，經濟當時都陷入咗衰退嘅。另一個 quant data 就係衰退咧，平均嚟講咧係每隔4.8年就會發生噶啦。對上一次咧係2020年嘅4月，咁計翻4年零10個月咧，啱啱就係而家咁上下啦。而 Team B 就覺得經濟放緩係會發生，但唔代表會衰退。尤其是而家嘅 Initial Jobless Claims， 即係初次申請失業金人數，同埋 ISM PMI 呢個製造業數據都顯示經濟仍然好穩健，同以往發生嘅衰退情況唔同。ISM PMI 近期仲回升緊啊，顯示工業需求仍然存在，勞動市場同埋製造業部門仍然有韌性，而且裁員嘅數據仲未顯著上升。睇完 Team A、Team B 各有道理，幫兩隊做個總結啦。Team A 就話，所有嘅警示信號都好明顯，例如 GDP 預測下降、樓市崩盤、巨額債務有再融資嘅壓力，同埋新政府嘅政策嘅變化引嚟咗大規模嘅裁員。呢幾個 ingredients 加埋咧，就係步向衰退。而 Team B 嘅睇法就係，無可否認經濟挑戰係喺度嘅，不過唔代表一定會步入衰退。現時美國嘅就業市場仍然好有韌性啦，製造業回暖啦，通脹穩定甚至回落緊啦。公司嘅 earnings 仍然唔錯啦，呢啲都表明經濟仍然具有潛力，比較偏向軟着陸嘅方向。我哋作為投資者咧，只可以密切跟實以上提過嘅所有經濟數據，再配合埋技術分析。手上面已經有晒 Plan A、Plan B， 有任何嘅數據或者 TA 調整，我哋即刻可以做出相應嘅對策。我都想知道你嘅睇法，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，你係屬於 Team A 定係 Team B 啦。我係火火，你嘅 Five Buddy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